歡迎收睇曲線音樂節目勁曲金曲，我係崔健芒阿 Mango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揭曉本周勁曲金榜。喺689超然嘅領導之下，經常都提醒市民唔好忘記佢特首嘅身份，尤其係用自己方式幫佢個女帶行李入禁區嘅時候，真係公事公辦。阿公個公。第10位新上榜，郁亮德地勤風。我叫你做亮燈，你說這聲音先像你。好爸爸也是你，思想家也是你，怎稱呼也願特事特辦圍住你。全靠直爺嘅金腔加持，小友台呢首永恆金曲終於從北方強勢回歸，榮登榜尾第9位。亞視永恆，包括北方版本山括弧極品魚。也是會永遠都存在，又會閃電，還有更牛逼。游水就本為消閒在樂，今日穿長興居然游水游到有19幾兩血，可謂曠古爍今，小弟拜服拜服。第8位 Victory 海港游泳勤。每世事換入血液，我就吞大啖唾液，用盡全力收手一身腰骨，憂鬱取走一堆性武器，令我否先踏入敗下黑嚟。正所謂一切都係浮雲，有飛先係飛雲。如果大家今朝買唔到飛，唯有聽住呢首群星合唱嘅撲飛金曲，慰藉下心靈先。第7位堅真情，主唱堅群星。冇飛嘅羅家英，佢受了傷害。我知劉玉翠，山頂飛到愛。薛家燕都話冇得傾，票係要等待。雲天照到同朋友去，撲飛永不變改。本周 IQ 題，強力部門同瑞士名錶有咩共通點？你慢慢諗，我開估先。答案係大家都係4個字，同埋大家嘅強項都係標心。第6位再見我的綁匪容波兒。明年就約在湖北快到先等，雖然被扣留成為肉身，但領袖更親，與國界更大，讓我能夠變做大陸人。小友台留低俾我哋嘅，除咗羅琳嘅獨立宣言，仲有少量出色嘅藝員。希望新電視台可以接收呢啲好戲之人，幫助呢位觀眾走出灰機，有翻心機。第5位羅琳成熟時陳觀眾。日後盡量令個 feel TV 咪咁留低幾好戲的石言，從亞視裏吸收。作為一個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嘅音樂節目，除咗一班繁忙兒童嘅心聲，有時都要聽下怪獸家長嘅自我中心聲。第4位有謝媽咪嘅新歌《愛回媽》。在世間媽媽多數有一種愛，從6歲到80也不更改。望個胎，他朝可變無敵天才，男或女，猛咁學嘢先可愛。最近有學校提議搞無功課日，咁點得㗎？咁第日返學咪無功而還，同冇返過學有咩分別啊？本周季軍歌《動地驚天愛功課》，鄭少健 F 繁忙兒童合唱團。為愛為認背了亦唔認，若我今晚多功課，不應該踢波。一隻讀 L 嘅左手，一個頑石嘅點頭，造就呢首二次原創樂壇嘅疑似原創歌曲。亞軍歌《慘情歌》黃慘瑩。我愛你，你不愛我；我愛你，你不愛我；你不愛我，我很愛你，但你不愛我；你不愛我，你不愛我。東方星為咗送佢個妹羅若 off 去深造，順便證實梁特首嘅超然地位，上演咗一幕機場壞蛋獎門人，仲有埋主題曲添。有請羅若 off 東方星唱出本周冠軍歌《歲月哥哥》。
我要搭去泰國凌晨9班飛機，去清邁揾理想歌送別離，埋嚟攬一夜才飛，除埋書包喺地。入閘了隻眼位，為何身輕輕地？壞蛋書包冇咗。傻㗎你，牛龜咁大行李，求求人哋代我俾你。三辣不似預期，沒帶書點去飛？特事可否快處理？保安佢話冇機，機管局吳詠薇話冇計，柔情地為我皺眉，仲有地勤無奈地晚話沒法俾返你。疏我又大流行李，不勝量咁大頭蝦龜菜嚟。